有拜有保庇。台北各大庙寺过年有各种的活动，有的是围炉暝、透暝通宵，开放互民众来拜拜；有的所在来发发财金，有的所在发高压灯，活动一波接一波，就是要互乡亲求平安、过好年。为了春节免到来下海城隍庙信众点香拜拜求好运。我自己要安太岁，平安，就幸福美满。下海城隍庙今年大放送发财金100块。是除夕夜2月4号晚上11点，我们这边有发财金，来排队就好，不用什么抢头香，我们是500个100块的发财金。比方讲，这是第5档送发财金，限量500份。另外，元宵节当天有送这花灯2000个。旧年春节，各大庙有看当做向天宫围炉暝，无要关庙门，但是初到初5暂停收惊。望界龙山寺有这2灯卡，祈求顺利。另外，大龙崩的保安宫也是过年行春的所在。国定古迹保安宫在除夕一整晚都是开放的，而且初1就要抽出国运签。另外呢，在2月10号还有2月19号会发放猪年小提灯，限量6000份。保安宫的如意滴甲圆圆滴2种花灯，互民众元宵行花灯好运来，希望猪年到好运到，拜拜求诸事大吉，虔诚上重要。